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2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一只空军 F-51这型战斗机对台东起飞随坠落海，飞行员虽然即时跳伞逃生，不幸救无起来。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武汉肺炎第530站病例事实是无染病，但是中部长也讲化验的过程会搁检讨。因为美国的股市指数盘真忝，台湾这边开盘也受影响，买手收盘是12662点，630点。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早起7点29分，一只空军 F-51这型的战斗机对台东志航基地起飞要训练，经过较无2分钟，飞机就坠落对东部的外海去。飞行员上尉朱冠明虽然即时跳伞逃生，不幸救无起来。目前空军受伤说明讲，一个飞去到半空中，朱上尉就发觉飞行机正手边发动机有故障。空军一只 F-51的战机早起传出墜落海意外，有民众看到战机墜落去台东的外海，飞行员跳机逃出来。军方甲台东当地海巡，还有警消人员，第一时间拢赶去加罗兰的海墘仔搜救。不过飞行员去乌影直升机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紧急送去台东的马街病院急救。很遗憾的是在7点29分的时候马街医院接手急救的这个医师已经宣告我们这位同仁不幸的这个殉职。飞机在离地之后，飞行员呼叫右发动机故障。那至于详细的故障以及双方的这个通话的细节，现在都已经列为这个搜证的资料。这架编号5261的空军 F-51，日到早起执行基本的空战训练。7点29分为台东的志航基地起飞。7点31分的时阵，飞行员跳伞。8点18分，搜救队有看到伊，随执行吊挂的任务。不过飞行员技术因为砸到水，全无喘气甲心跳，未受救无倒来殉职。遐那飞官朱冠木是空军102年班，飞行时速超过700点钟。平常时甲东跑组一个合作虎团的乐团，负责弹吉他，不时会去社福机构来演出。空军指出 ，F-5系列的战机是执行官校飞行学员转换去主力战机的训练作业，一切拢有符合标准。我们买的是这一批是比较新的飞机了，那新的飞机也使用了40年了。那比较重要的就是它发动机，发动机是飞机的一个核心，就是它的心脏。但是已经30年没有再产发动机了。F-5战机除了担任部分机，还佫有例行的战备侦巡任务。不过因为机龄较旧，部分的功能无遐尔理想。因为安尼，军方已经排定态度的计划。民国115年，部分机的任务会由新型的高教机来接，因那原本战备任务是由 F-16B 的战机来取代。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蔡英文总统也对战斗机失事飞行官不幸牺牲来致哀，佮要求国防部要紧查明真相。是讲 F-51这型的战斗机出厂已经47档，敢是机械用具才会较接有意外？国军体制也官兵辅导委员会彭世宽主任委员面对记者问起，伊是讲在伊咧看，应当毋是这方面的问题。台东志航基地早起进行例行训练，一只 F-51战机起飞了后下落海，飞行员当伤不治。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阳明节庆祝大会时，对于殉职飞官的家属表达哀悼之意，并且要求国防部查明真相，强调国军需要全体民众的支持。我们的飞行员朱广门上尉在急救后宣告不治，为国殉职。我要借这个机会对家属表达哀悼之意，也请国防部务必要查明事故的原因。军人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的辛苦。这是 F-51战机自1973年生产到打游玩的后裔，敢是因为机龄老旧，一直传出失事的问题。捌驾驶过 F-51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面对媒体询问，认为毋是老旧甲训练的问题，佮表示非常介意 F-51，若是伊也会当飞，伊也是愿意去飞。我愿意说，我非常喜欢 F。假如今天国防部认为我还合格，让我选择，我愿意去飞 F。当然，我们期望国际国造尽速能够完成。我不认为飞机老旧，也不认为他们的飞行训练不恰当。彭世宽呼吁应该爱祝福空军。另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 ，F-5战机已经有态度的计划，
预计伫2023至2026年完成 F-16V 战机甲新型区高机升级，到时阵 F-5战机都会全数态度。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今日新增加3宗对菲律宾、美国和印尼带病入境武汉肺炎的病例。目前病例人数的编号是编去到554号，不过其中第530例经过查明，发觉是发验的时去摕到别个带病入境的民众的检体，事实无染病。但是中部长也讲，这款情形一定会检讨改善。顶日来，中国江苏转来台湾确诊的供电大厂大职干部第530例，经过疫情指挥中心的调查了后，发现是甲另外一个本国籍法国移入个案第536例发现检体混唔对去的状况，而且这件检体混唔对去，至少有3个人，佮包括另外一个检验阴性的民众。针对这件代志，国内专家认为讲，这代表是检测管理的螺丝引起啊。尤其是大医院，很多都是一条龙全自动系统的，就条码一开始就贴上去了，不太会错哈。不过现在因为是到机场去采，所以机场没有办法，可能没办法一条龙那个条码从头到尾。立斌表示，一般是验室的采检流程包括3个关卡，第一个是病院医护人员针对疑似个案来进行采检，然后送去检验室收检，落尾才由专人搭配登录资料。这3个关卡都有可能出现人工作业错误。虽然全世界无完全袂出问题的实验室，不过必须要把错误率降到上低。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强调讲，会建立防错的机制。在机场的部分，因为是2个航厦，那大家去看那些贴纸是不是容易脱落了哈？可以看看就知道说，那事实上是要脱落是很难的啦。基本上进行除错了哈。陈时中强调讲，混唔对去的检体属于2个不同的航厦，检体大作嘛无啥会落。研判讲应该是实验性人工的部分出问题，才会误判。未来引进自动化核酸检验机型来提高整体准确率，卖减少人工写票号。不过强调讲袂处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因为美国的股市收盘指数跋真忝，早起台湾这边开盘都无到5分钟久，大盘就落超过200点。近来20天的月平均线，甲60天平均即季的季线拢顾无调。尾手收盘是12662点，603点。财政部苏建宁部长也表示，主管机关这边一定会真斟酌股票起落的变化。电视上规片青冷冷，投资人表情真严肃，伫咧看盘面的走势。因为台北股市受到美股3大指数拢落的拖累，早起开盘就落106.11点，指数一路开价走低，开盘无到5分钟就已经落超过200点，直接落到12600点的整数大关，过线季线拢无收掉咧，目前大盘指数也搁伫咧变动。心情一定会影响的嘛，会想着哎呀，买了又赔，未来会有影响。早盘8大类股差不多拢无起，其中电子宽达股台积电上价搁到435.5块，股王大立光价点是3025块，是到75块，鸿海嘛到1.4%。另外像讲联发科、联电、国泰金、富邦金等等嘛拢是6个局势，敢若部分行业族群概念股是有起。今天来看的话，就是说外资可能调节全值型的大型的股票，但一些中小型的一个个股在中盘过后有一些都已经开始有拉抬起来。那低价的股票，比如说像联电啊，或者是友达群创啊这一些股票甚至有翻红的一个表现。那最近因为美国选举变数的一个关系，所以台股的走势就趋向于比较震荡整理。面对台股开盘了，那真济财政部长苏建宁表示，主要是受到国际疫情的影响，不过目前台湾的疫情控制甲真稳定，经济表现嘛也阁袂歹。若是有符合国安基金规定的状况，随时拢会当召开委员会来决定讲敢要入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早起立法院继续审查农委会开放外国猪肉会当用到正肉精的公告。但局长主委表明讲，若要照有的关系规定，完全拢袂当验出 Ractopamine， 相信连目前用到美国牛肉的店头也拢会受到影响。总是国民党的立委表示，公告若修改，连讲卖讲美国，连别国用正肉精落去饲的猪肉，可能嘛会对咧开放。袂少县市订定自治条例，规定猪肉甲伊的产制品、产肉精零检出。
结果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回应，会有2/3的牛排店要关门。今仔伊无甲伊讲法，甚至佫讲牛肉面的店嘛受到影响。伊强调，进口的美国牛猪拢有来济，将来就算开放美国来猪来进口，民众会食到的来牛，当年是3公斤，比来猪的0.6公斤佫较悬。如果全部的猪跟牛都要有所谓的莱克多巴胺的零检出，那我想不止牛排款，那牛肉面店呢，吃美牛含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重量，绝对是比猪肉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还高。立法意见委员会继续审查开放国外牛猪使用来济的公告，会再处理27个附带决议。主委陈吉仲前一天表示，全世界只有美国的来猪会进口台湾，其他国家因为无出口或者是有非洲猪瘟等疫情未销来台湾。但在野党立委纷纷质疑，指出既然公告要修正为开放国外牛猪来使用，嘛就代表其他国家的来猪有机会嘛是会当进口的。这个就是开启了我们过去没有开的门。现在是我们单方面开放，不管他们有没有用，通通可以来，这个就是差别，这个就是事实，所以没有错啊，不会只有美国，连美国现在只剩下22%的这个使用来剂，我们也挡不住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农委会要出来澄清的，它不是假消息，它是明年1月1号可能成真的事实。罗香玲嘛问会议主席，这个修正公告已经伫9月送入来立法院，若送保留的拢唔免审，是不是会伫3个月了后，嘛就是11月23号，家己自动生效咧？安尼立委阁需要审查啥物咧？对此，经委会主任秘书表示，行政命令报议会会当阁展延一届，嘛就是阁3个月。记者林明丹撇如台北报道。再来讲，过去逐永年劳工团体普遍伫咧11月，拢有举办秋天斗阵行的秋斗游行。今年主办单位宣布，将伫咧11月22日礼拜下晡1点，要鼓舞民众穿乌衫做伙来挺劳工。尤其连反对新开放美国猪肉这条也要行，目标就是要行对民进党中央党部去，抗议执政党一党独大。反毒牛，反毒牛，反出卖，反出卖，反欺骗，反欺骗。好，时过境迁，来到了2020年。国民团体对民进党政治头人的面具，发出民进党在2009年成为在野党发起反美牛大游行的口号。加讲民进党的立场大改变，因为2021年开始，是执政党的民进党政府嘛要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来台湾啊。反对今天的民进党已经党国一体化，不听民意，践踏民主。再让我们一起喊一次这个口号：反毒猪，反毒猪，反双标，反双标，反党国，反党国。他居然呢，把他当年反毒牛的手法做了180度的转换，然后呢，他居然不经过立法院，他就让毒猪直接进口。对1992年开始举办的一年一届秋斗游行，前年规模缩小，去年停办。不过今年拄到劳保年改、甲美国来猪开放等等的争议，秋斗恢复举办。主办单位预告游行会伫咧11月2日礼拜下晡1点举办。游行的起点伫咧凯道，会经过立法院，重点是民进党的中央党部，要抗议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一党独大的治理模式。希望大家一起站出来。我们今年非常不爽，民进党口口声声在谈言论自由，在谈自由民主，但是他们谈的都是历史上面的民主，或者是国外的民主、中国的民主、香港的民主。面对台湾现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是绝口不谈。我们应该禁绝用我们的公帑、用纳税人的钱去养网军。秋斗游行嘛，诉求政府机关不应该无采钱来饲网军，逼异议言论，破坏民主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国讲早起，立法委员探问国家安全局区国政局长，一项是林昌做委员提起去年迄阵的国安局陈文环副局长去到美国演讲，表示上无已经24个台商甲媒体人员去互中国吸收了。但区局长是讲这项干涉情报，不便透露详细。阁有蔡小英委员也咧关心两岸情势的变化，区局长也表示一定密切警戒。
中共军机一直交代，战略委员会副主委刘建民认为台海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国安局长副国长李教伫立法院对此表示，整体单位会密切注意。事实上，台海最近这个阶段的确是蛮紧张的，大家有目共睹嘛。我们情治单位更加的要密切注意。王部长讲得非常清楚，在目前为止，台海的军事的对峙情形并没有升高的迹象。国防部也没有提升战备，所以没有所谓的准战争状态这样的说法。美国印太防务论坛期刊报道，咱国前国安局副局长陈文环去年伫华府演说讲到，中共伫台湾发展完整的跨海协定方政府网络，国安局将压制着有24名台商、亲中媒体甲半官方组织，涉及中共渗透伫台湾的联系网络。对这个消息，副国长表示，这涉及情资无方便公开。至少你个人是不是知道他在说谁？我们知道啊哪个人，但我们绝对不能讲细节个案。文报不是人或20个人，我们所谓在讲说他有代理啊一个团体或者机构。20爆发3名军情局退役将校涉及强谍案，立委于即期，这3位退役将校已经退休超过10年的管制年限，即期无机密会当泄露。军情局局长罗德平被询时表示，此案涉及3人吸收退职人员前往中国检调有关的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美国总统大选正式登票的日子还佫剩6天，是讲今年因为武汉肺炎，已经有超过7500几万的美国选民票提早登好了。尤其这内底佫有将近5000万人是采用假批通讯投票的，总是战甲接激烈，还佫遮尔侪选票经过邮便局咧送，开票的时间来延前，恐惊也会佫再引起争端。离美国总统大选正式投票日只剩6天，不过华盛顿州人口上侪的金温镇480万选民已经有超过半数完成投票程序。选务人员最近这几天，逐天工作10点钟，面对首礼拜的通讯投票，爱真紧的拆封整理。We are well on our way to 90% turnout. It continues to be really record-breaking turnout here in King County. At this point, we have about 850,000 ballots in the building. Really coming up on 60% already turned. 加州旧金山提前投票也破纪录，这里就2230万选民中，超过1/3已经寄回通讯投票。We have a 46% turnout. We're one week before Election Day, and that's the highest turnout percentage I've seen in my 20 years as director of elections. 密西根州提前投票也录成纪录。这个州上大城市底特律103岁人瑞马斯也已经寄回通讯投票。马斯表示，自有投票权开始，80多年来，伊拢会去投票。人生头一摆投的就是总统小罗斯福。今年因为新冠疫情严重，全美国各地提前投票选民非常踊跃，紧张的氛围亲像灯咧摊开。伫华府都有商店加装门窗，到家选举结果出来争议，引起大规模示威，也是暴动症情况。离投票日11月初3，剩无到1礼拜，已经有超过7500万选民完成提前投票，其中5000万人选择邮寄投票。因为通讯投票进程都有争议，原来邮局作业办，若讲白付计票作废，将引起现场争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上新的判决，摇摆州的宾州甲北卡伫大选开票了后，会当延长修行通讯投票选票的时间。虽然共和党反对，也毋过民主党却非常欢迎。也毋过这也佫增加开票时阵出现争议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欧洲这边传染症变化确实无乐观。法国加护病房拢总有6000床，但已经顶一半拢咧治疗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总统已经表示，全国封城1月日，公众活动拢总禁止。阁有德国总理也当宣布，病情拖了较严重的地头封锁4礼拜，无论餐厅、酒吧还是戏台，暂时拢总袂当搁再开业了。在法国东南部的亚维农，有19个新冠病毒重症患者被送到疫情较无严重的西部地区病院。虽然这只是法国全境目前住院治疗19000外的其中的一小部分，也不是全法国疫情的缩影。南部雅尔一间病院重症加护病房就溃半，指望新冠病毒的病人比拄开始更加多。On a pris la moitié de salle de réveil pour mettre des lits de réanimation, pour pouvoir augmenter notre capacitaire. Et là,
ça a occasionné quand même l'annulation de 50% de notre activité chirurgicale. 法国伫咧27一天新增加确诊33000例，520人死亡。全国同增加护病房6000床，有一半用来收新冠病毒的病人。中大医区巴黎同增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到58%。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全国封锁1个月，学校是开放。若头家无法度员工伫咧厝内工作，会用去上班。不过私底下甲公共的聚会拢不准。Retrouver à partir de vendredi le confinement qui a stoppé le virus. Tout le territoire national est concerné, avec des adaptations pour les seuls départements et territoires d'outre-mer. 伫德国柏林，几落清明餐厅、酒吧、娱乐业的业者甲艺术家，离尾上街头抗议，因为封锁，互因无法度做生意。德国过去一礼拜增加将近15000例确诊，为了要避免全国医疗体系崩解，总理梅克尔宣布，部分地区在1月初2开始封锁4礼拜，餐厅、酒吧关起来，不过学校托儿所无受影响。Und wir können sagen, dass unser Gesundheitssystem heute noch mit dieser Herausforderung fertig wird. Aber wenn es bei diesem Tempo der Infektion bleibt, dann kommen wir binnen Wochen an die Grenzen der Leistungsfähigkeit des Gesundheitssystems. 欧洲第2波疫情危机，政府一边提出规范，一边应付反对防疫措施的民众。西班牙、意大利、捷克等真侪国家，差不多逐天拢有抗争。欧平洋警告，即马被对抗的敌人有2个，一个是病毒，一个是病毒亚线。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致使中南美洲这个国家真侪做小生意的百姓收入大大减少。尤其这大家本地好业产都有争差，当生活勉强才稳定，这个中产阶级，若搁再趁无食，社会问题恐惊也会产生。经济专家预测讲，中南美洲今年经济成长率会倒落9%，是100年来退上济一摆。疫情甲拉丁美洲真侪比较中产阶级的人个拍转去原形。伫秘鲁首都利马开一间服装店的古德尼，即马收入减真侪，日子歹过。El momento más duro fue el darme cuenta de que la mensualidad de mi hija no la podía pagar. Yo hago el esfuerzo de pagarle un colegio privado, con todo el esfuerzo, pero no se podía pagar. 伫咧墨西哥市巴士系统工程师，要改做 Uber 司机的阿尔法罗，唔捌想过有一天才靠食物救济过日子。A mí me sirve mucho porque, pues, por lo menos mi mamá con esta comida tiene para todo el día, porque ya está grande, tiene 77 años. 拉丁美洲包括委内瑞拉、巴西甲阿根廷，伫过去2年就出现经济危机，抗争不断。今年因为疫情，情形是更加严重。经济专家讲，今年拉美地区整体经济成长会出现100年来上严重的衰退。Ya veníamos con muy bajo crecimiento desde 2014. Así es de que un crecimiento promedio de 0,4 y este año, la verdad, nuestras estimaciones nos indican que vamos a tener una caída de menos 9,1% y esto es tremendo porque es quizás la peor contracción que ha vivido la región en 100 años. 专家讲，南美地区的经济歹，主要原因是甲产业结构有关系，因为像依靠农业甲采矿业，而且有58%民众拢伫咧非正式领域工作，税纳了少。政府无法度用纳税制度，互财富有效的定分配，互财富拢集中伫咧少数人的手内。所以疫情来的时阵，经济停来，失业率增加，政府无钱纾困，人民的生活变歹。伫进前好不容易才逼起哩中产阶级的人，真侪拢搁搬落来。Las cifras que estamos manejando son que 83 millones de personas pueden caer en la pobreza en este próximo tiempo, ¿no? Y hay una cifra que refleja muy bien la desigualdad que esto está suponiendo, que fue la que llevó al descontento, ¿no? Y es que el 70% de las personas más pobres puede caer en el desempleo y únicamente el 20% de las personas más ricas. 即马疫情已经造成拉美地区3400万人无头路，联合国估计有将近2成的企业会倒，产业的情形会倒退转到2005年。中产阶级几多年来努力浪费花期，和过去10年变作失落的10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对国外来台湾行搭的旅客，今年减要袂算的多。近来每一档对桃园机场入境的人次拢超过4000万人，不过估计到年底，煞只有剩750万人次，这也是32档来桃园机场上界歹的记录。桃园机场公司在这一段疫情期间，
营运量比以前减少非常的多。以这一个礼拜来讲，平均一天的入出境旅客大约是3500到4000个人次，相较于疫情之前每天有131000人次，运量大概只有原来的3%。航班量的话，目前大概一天平均280个班次，那相较于疫情之前每天大概有740到750个班次，只能维持到40%。因为世界各国真侪海关拢也咧封锁。交通部也估计讲，今年来台湾行搭的旅客是将近40档上少的记录。本地桃园机场有针对出境的旅客，一张飞机机票征收500块机场的服务费，但这笔收入却敢若剩预算所列的15%，金额才只有7亿外尔。再来讲，昨台湾铁路局又发生铁机有别人员却寻无到的事件。但台铁产业工会这边也指出，目前台铁内底是人也欠，材料也欠，尤其保养修理铁机路，这是师傅师啊技术爱团的工课。结果却常常有只拄来服务3档，就爱搁倒拖新人的情形，望台铁就爱全面检讨。导班人员戴头盔甲护目镜，透明样接。拜四半暝列车收班了后，工作人员家己是临时固定离旁19公分的铁机路换新，半暝2点35分完成。代替最近铁机路闭起的事件真正发生。交通部2届进行内部会议来检讨。代替产业工会指出，代替的问题都是欠料、搁欠人，加上技术的断层，都要全面来检讨。有些事情一刚开始，我们或许定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SOP， 而经过了1代2代人都换到后来整个都走样。表面上好像有 SOP， 可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遵照。代替产业工会指出，虽然铁路局讲最近有补人，以工务处做例，3年新增加500个人，不过轨道的作业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有年资干那3年，就要开始带新人，经验根本就无够。代替的员工年资的比例，还未满5年的有要4成，5年到10年的有要3成，也就是一半以上，拢是年资干那有10年的员工。工会指意讲，经验无够，佮加上欠料的问题，代替列车安全维护是伫高风险的情形之下。像我们去年就大概买了310公里的钢轨，包括50和60的，采购完以后会分发给各段。所以这个缺料并不会有一个缺料的问题。代替工务处强调讲，去年采购310公里的轨道，了并无不足的问题。强调第一线的员工，本来发生事故，拢是透明的修理。不过一再受到外界质疑，影响到士气。因若针对最近天气拢正正常，所传出几下的铁机路闭起的事件，代替回应讲，目前由运安会来调查当中，嘛会全力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近来中国民间咧做海沙生理遐的抽沙船，再三驶过界。我近来到马祖的海面偷抽海沙，早起行政院也决定要修改法律，加重处分，上重有要罚到8000万，佫有刑罚的期间也会拖长。本地法律锁定是5年以内有期徒，但会增加做上重判7年。船拍卖人法办，那刑法提高至7年以下，最高8000万罚金并增订了犯罪用的船舶跟其他机械设备，可以经判决没收确定后，是需要加以拍卖或变卖。近来中国过来的抽沙船愈来愈多，行政院才会决定要修改法律，加重刑罚，因为现部的偷少采取法是无写明刑责，另外采用窃盗这条罪就去论处。这摆经过行政院直接定出刑度，若无经过许可采偷少者，就是会处分1档以上7档以下的有期徒，佫减罚8000万以下的罚金。再来讲，自从武汉肺炎发生到今，越南对入境的限制也加真严。地暑假有真侪伫台湾工作的期间已经到，也是来到这读册越南留学生，却无法度倒转去，佫袂当继续用工课来做，生活的负担是真沉重。早起有一阵越南的民众去到驻在台北的办事处申请，望越南政府飞机帮都要增加，各项的费用也都要减挂，互因赶紧回国。Lời phát biểu của chị Cúc, vì sợ văn phòng kinh tế, văn hóa Việt Nam nhận diện gây khó khăn cho tôi. 原来新婚启用人出来，会去影响到回国的权益。一个越南籍的负责人委托朋友来发声，因为伫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后，越南政府采取真严格的防疫措施，致使真侪伫咧台湾的留学生，或者是工作期满，佮无甲雇主续聘的移工，居留期到啊，所以一直无法度回国。trường hợp của em thì
Như em thì hết hạn cũng từ tháng 6 đến nay, vì công ăn việc làm thì cũng không có, nên là cứ nay ở chỗ này mai ở chỗ khác, đi lang thang khắp khu Đài Bắc đến nơi rồi. 移工团体指出，目前放留伫台湾的越南移工超有1000人，不过越南政府专机的航班真少，真侪人申請，佮等袂到回應。而且伫咧台湾的生活佮臨時住所在攏愛開錢，登去越南的專機費用是超過1萬塊，隔離費至少嘛愛4萬塊以上，根本就是去向北上頂賠。呼籲越南政府甲登機資格篩選透明化，佮愛增加航班，而且訂定機票佮隔離費用的收費標準。今年6月份已經有12000個透明化這個有關一些費用嘛。那第二個就是增加這個飛機班。隔離在越南沒有那麼多人，這邊都不正式，我們沒有恐嚇，在很多人回家了。應該在這邊都是有認識他的，只有打電話給他就知道了。越南辦事處指出，目前已經協助部分的越南人登去，否認講有回國無順利的狀況。若是閣政治部門閣暗示有確定的規劃，或者是處理無成，官員是無加回應。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各地頭的消息，昨雲林縣的檢察官啟動上百名的卡手，去搜查北港鎮蕭英義鎮長，還有公所清潔隊蘇志勇隊長的徛家甲事務所，因為因雙人有牽涉到收人的烏洗錢，一塊清潔隊員甲人提120萬至150萬不等。經過審問，鎮長、清潔隊長，還有2個中人，地方法院攏已經裁決收押禁見。雲林檢方12個檢察官27指揮調查局廉政署調查人員去北港鎮長蕭英義、甲北港清潔隊長蘇志勇因兜甲辦公室等23個所在調查，查到因2個人涉嫌用120萬至150萬不等的金額，答應甲清潔隊員的職務和7個特定的對象。北港鎮鎮長啊、清潔隊隊長啊，以及商人蔡某、鄭明林某等人啊，涉犯職務上的行為收受金錢賄賂啊，以及圖利等罪嫌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啊，也有湮滅市政的情形啊，那予以申請羈押。檢方指出，從2018年開始，鎮長甲清潔隊長涉嫌透過中人直接收錢了後，只要有面試，就會當直接錄取北港鎮清潔隊正式的員工。雲林縣民政處表示，北港鎮長若項羈押，就會派代理人處理職務。因為行政程序來羈押的話，我們會先予停止。那停止之後，我們會依照地方制度法第82條，由縣政府會派代理人。針對北港鎮長甲清潔隊長涉嫌食錢，雲林縣民進黨縣黨部執行長指出，清潔隊員的膝頭真穩定，也有退休金，才會有人冒險用甲公務人員烏洗來引頭路。畢竟清潔隊他也是進入公部門的，像他65歲退休，我還退休金，所以算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工作啦。雲林檢方訊後聲押鎮長甲清潔隊長，也有姓蔡甲姓林的中人。雲林地方法院伫28暗時裁定4個人羈押禁結，若其他涉案的14個人是以1萬至20萬不等的金額交保候團。記者綜合報道。過來講6都的消息，因為高雄市陳其邁市長已經宣布輕便電車第2階段的工程會趕緊重新開始。早起，東燕鎮市議員匯集市府相關各部門，去到輕便電車北里蓬萊站彎彎的所在，實際試驗電車經過會造成偌大聲的噪音，通好第2階段工程四邊的住戶，甚至是病院、學校這的機關來了解詳細。為什麼一定要蓋輕軌？為什麼不要地下化？抗議民眾激動表達心聲，在現場有報條夜白夜希望市政府將輕鐵地下化，還予輕鐵理解沿線居民安靜的環境。為了釐清輕鐵的噪音分貝，高雄市議員東燕鎮2號早起找捷運局甲國際公司來視察。人工來塗油的部分就是一個固定的 SOP， 優化到最後，那我們現在已經固定下來了。除了列車自動噴以外，那我們人工、我們同仁的部分也會在幾個固定的點，那塗固定的量，然後固定的一個塗的手法來做這個樣的優化。輕鐵第1階段蓬萊站附近居民過去也捌反映，輕鐵轉過甲經過的噪音，互因真困擾，不過即馬已經改善真濟。上蓋頭也是有影攏伊安尼嘰嘰嘰啦，即馬就改善到真正攏無噪音啦。這是我佇遮住10幾棟，自無甲有即馬安尼，是我家己的看法啦。
实测了后，轻体噪音拢是60几分贝，无超过规定。也毋过第2阶段沿线的抗议的人认为是这份技术先将音量调小。一样是转弯，一阶轻轨的转弯，请问一下这边的品质跟那边的品质怎么差异到这么多？这份局甲各个公司拢表示，会将民众的意见带转去讨论，针对噪音也有讨论出几个方案来改善。也毋过抗议民众并无认同，恐惊双方也阁需要时间来讨论，才有法度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台北市高本铁市长早起去议会报告，捷运南北环状线8年后就会完工这条带。嘛讲起已经有和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单独讲过环状线啥人负责经营的问题。佮有讲到农委会陈吉仲主委咧批评伊完全毋捌经济贸易的问题，郭市长嘛有应声跌倒转去。台北市长郭文哲29日去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讲到捷运南北环状线目前的进度。郭文哲指出，若有顺利，真紧就会发包，工程期差不多是8年，按算伫咧117年年底完工，118年通车。不过最近新北市对环状线的经营权争议不断，议员就质询郭文哲，敢是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讨论过？你跟侯友宜市长没办法单独坐下来谈，还是要回到交通部的沟通平台？不然我已经跟他讲过，一条捷运线一家捷运公司的，所以你在问我的话，我会说那基隆捷运给新北，然后万大线给新北，我留环状线，这我的算盘的，但是可以讨论。进前郭文哲积极带政府，敢是要让全世界有来克多巴胺的猪肉，拢会当进口入来台湾，而且佫含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一句来一句去。市议员嘛质询郭文哲，若是台北市是按自治条例比中央佫较严格，出去互判定违反中央的规定，敢是会支持议会提释宪？郭文哲表示，伊尊重市议会决定。基于地方的理由，定比中央更严格的法令是在法令上是可以的。是。所以我一直不晓得现在中央是打算怎么干。他说呢，你就是完全不懂经贸的。我跟你讲，我不懂经贸，可是我懂医学。你懂医学，那陈吉仲懂什么？政治。政治。郭文哲嘛口说这政党是诈骗集团，而且强调讲，伊知影台湾国际上的困难，不过应该爱向人民讲好清楚法令的内容，而且呼吁中央爱老实来面对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昨有民众伫网络打出影片，内容就是一个少年家掠猫用喙夹，甚至出手木，搁兼掠起来摔。买手证人找出虐待猫的是一个台中的大学生，即时报警方，但即阵录影含掠猫的当事人，拢已经送法办了。画面这查甫甲猫仔抱掉咧，一时甲伊的尾，猫仔抵抗了后，查甫人就出手甲拍，佮甲伊摔伫咧涂骹，甚至是用骹甲斩，互抱起的爱猫社团引起网友不满。网友查出是台中一间大学的学生。这只猫可能会咬它的电线啊，跟它哈气的，可能在调皮上那我们同学可能在情绪上的控管不是很好所以对它采取的一个处或是一个教育可能比较大。校方向学生来了解，咱像是猫仔有迫害行为，才想要出手改管教，规定甲方法敢是伤过头超过，也该进一步调查。日白暗时，网友发现这段影片，引起真侪人不满，嘛报警察甲这个拿手去互苦斗的猫仔救出来。这只猫仔目前互台中市的动保处来安置。那像虐待猫仔这个大学生，还有摄影的人，是去互函送法办。它涉及到了动保第27条的刑法的部分，所以说可能会有警察局那边可能优先来做移送司法单位来侦办那后续的话，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非常恶劣的，而且可能造成动物呢永久性的伤害的，所以我们觉得呢，应该要再加重罚则。台中市动保处表示，以动保法的规定，散布虐待伤害动物会当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万块以下罚金；若是有伤害或者是盗杀，是会当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上当200万以下罚金。呼吁民众千万都唔通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东部的消息，教育部委托国立东华大学伫咧东部设出头一间身心障碍学生专用大专院校升学考试的考试场，内底出入去路拢有设好真10层的无障碍设施。未来这片场所也会开放予其他伫咧服务身心障碍者的活动做伙来运用。这是国立东华大学位伫花莲市的美仑学区，为了成立东部地区第一间特教考场。自今年开始，这栋大楼包括走道、电梯、便所、教室，隆重改成无障碍空间。有13间教室会依照考生需求安排不同考场，互参观的相关特教校长甲老师真感动。
我们把一些原本的空间把它打通，让它空间更宽敞，这样只要来这边的身心障碍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子无障碍而且是休憩的一个功能。东部长期都缺乏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设施在东部第一所具有时代的这个意义。花莲县新生障碍人口大约有26000多人，平均当年拢有30多位考生需要前往外地考试，所以教育部特别委托东华大学成立新生障碍学生升学大专院校争取东部科区，也加强就近升学管道。就东部学生来讲，他们就比较辛苦，他们就要到，比如说到我们台北的考场啦，或是到我们高师大的考场去应考。那我们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在积极争取，为东部的学生争取一个考区。东华大学强调，无障碍空间设置完毕，所以也将开放新生障碍相关活动来遮举行，并无限制只有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新德县近来这3冬已经查到258件废弃物再去荒郊野外乌白沉的案件，甚至其中也有查出化学物质有害药剂的情形。但新德地检署决定和警方联手加强追查，阁会运用空中摄影记者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一步来掌握犯案的过程。一桶搁一桶的不明化学液体，互人乌白等在山区。新德县3冬内总共通报查到258件废弃物滥出弹的案件，内底甚至有害物质。地检署甲警方决定成立侦查联盟，加强追查。废弃物的案件在新竹地检署已经收到非常多的移送案件那因为一直在持续的恶化，所以我们在这半个月就针对这种弃置废弃物以及乱放火的这个会影响空污品质的这类案件就直接呢向法院声押。警方嘛表示，未来使用空中摄影机，要向伊遮的科学机器收集证据，透过遮的机师增加查缉效能。从10月份到现在，我们已经查了8个案。那对于新竹县的这些好山好水只要是破坏的人，我们一定会一网打尽不会有漏网之鱼。透过高科技的这些设备，能够协助我们在现场指示又快又准的这2个前提之下呢，能够迅速的把这些非法的状况都能够找到元凶。检警表示，非法弹杀废弃物是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会当各罚上重1500万的罚金，呼吁大家唔通心存侥幸。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讲，去年教育部开始支持大专院校推动行动支付，目前国内也已经有99间大专的学校现金以外开始有伫咧采用。你像台湾科技大学学校内底30几间餐饮的业者，拢已经有咧收信用卡，也是接落人用手机付款。不过有原有同学是表示讲，用现金较惯势。各种的3到17早顿组合摆出吸引人客，大概校园一间早顿店已经过10点，生意要真加热，有学生用蓝山付小，也有人用手机做行动支付。我是都绑那个行动支付，因为不用拿零钱很方便，要领钱很麻烦。手机有几个配？1个，然后我从大1就开始。大科大校园有30几间的餐饮业者，大间拢提供一种行动支付。8成的店家提供2-3种，校园以外经营的停车场提供4种以上的行动支付。根据教育部统计，到今年8月，国内99间的大专院校引进行动支付，主要拢设在学生餐厅也是商店。不过，行动支付爱把金用卡，无就是信用卡，影响学生的使用意愿。用现金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就比较方便啊。应该说用线上支付那些要设定什么的，我没有特别去了解。大科大发现有业者无爱负担机器加手续费，所以唔配合。校方因此会对公契约的时降低租金，吸引业者使用行动支付。厂商相对是愿意的，因为他觉得他的一个支出的部分还没有到他的一个预算上限，他是愿意。提升业者意愿，和学生关系使用行动支付。大科大校方表示，其实网络甲物讯也真重要。3者齐全，大专以后的行动支付才会当普遍。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一个27岁的少妇已经生第4胎，头前2胎拢是生查甫，结果第3胎生双生，嘛拢查甫囡仔。即阵第4胎一胎生3个，嘛拢总是男性。妇产科的医师毋但替伊欢喜，嘛表示讲双生搁再接3生，搁拢自然产，实在这是相当的罕见。 三生啊，伫红影眠床内底困甲真落眠。27岁陈太太一困头生着3个宝贝，这已经是伊第4届生产。前3胎已经有4个查甫囡仔。陈太太讲，原本计划敢若想要生3个囡仔，想袂到第3胎生双生啊了后，搁生着3生啊，比因46岁大家生5个囡仔要搁较济。因为爸爸音乐比较 OK 啦，所以他会希望有个自己的乐团。对对对。哦。帮你想好了，7匹狼。 喘气一下，先喘气一下。只是希望小孩子不要挑就好了。对。陈太太讲，伊毋是有心要生遐济个，敢若会当讲是天公伯啊，互因的礼物。因为翁婿这边的亲情有多胞胎的基因，毋过小人煞生7个查甫囡仔，陈先生要是淡薄仔失望无查某囝，敢会想讲搁拼一个查某囝来达成愿望？陈先生表示，要是先休一个好啊。 一般3胞胎的机会的话，差不多是1/1000，那双胞胎的机会差不多2%左右。像这位妈妈，双胞胎再接3胞胎，然后全部是自然的机会少之又少。妇产科医师表示，多胞胎的生产上惊就是早产，或者是子宫经了伤过头，造成生产了后大出血。加在陈太太的身体真健康，3生啊拢有到顺月36礼拜。也若体重上重的第3个有2200公克。 也若第2个虽然上轻，毋过嘛有1,700外，而且3个拢真健康。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看完来讲，屏东县牡丹乡的大门社区，这毋但有真丰富大自然的景致，佮兼保留在地原住民的民俗。旅客来到这，会当学习做胶片啊、写字，深入来了解排湾族的文化。对对对，你就这样，我们这个比较小，我就这样就好了。 哦，对对对，真的哎，可以伺候人哎。屏东牡丹的大门社区大力发展深度旅游，开放游客体验原住民族文化，亲像传统的拍蜡技术、慢工写字、制作胶片啦，拢会当伫大门社区看到。现在稍微这样，稍微用这个稍微点一下就好。 为了加深旅客对大门社区的了解，部落特别推出导览，了解当地的原住民族历史，透过社区围墙的雕塑作品，生动表达出排湾族自古到今的生活变化，还有族群历史。很多在部落上面都有这些图腾，这些图腾就是代表这个部落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来讲的话，它就是代表这一个的。 整个的像我们大美，它是有一个迁徙的一个过程哦，它是一个有狮子乡的移民、春日乡的移民，然后在日据时代后来才会在这个地方，整个部落才落在这个地方。这个农事教育园区，唔但会使互旅客体验排湾族的传统去因观光，园区嘛开放互当地各校啊推广食农教育。像我们国小，这里是石门村哦，石门国小也会来我们这里做一些农事体验。 来教导一些食农教育这样。大门社区好山好水，那风光美丽，佮保留传统的原住民文化。教育园区对外规划深度旅游，对内提供予细汉囡仔认捌自己的文化，有影是一兼二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本地往来若采收起来，往来叶拢会加落去做肥。毋过当有厂商专门要收往来叶，因为纤维会当做布做纸，嘛通协助农友趁用的时加增加寡收入。甲往来叶啊放入去机器内底，水分烘积出来，会当看到明显的纤维。这的叶啊丝通摕来做布料，也是纸品。屏东高树乡种往来农友和厂商合作。 农场提供原料，佮有人工，业者提供机器，互农友伫应当的时加工探刮月落啊。如果下雨天外面不能工作嘛，我们在这里可以做那个纤维衣服啊。对家里的经济就是会有帮助，对不对？对啊。凤梨的采收期是3月到6月，那到7月到12月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阿姨啦，或是这边的阿伯啊，他们。 要找工作的话，对不对？其实因为这是室内的工作，所以它会变成说，在室内的话它是很轻松，然后只要靠机器就可以把纤维取出来。
农友讲，过去旺来叶仔拢直接变做肥料，即马收集纤维来加工，互旺来叶仔有无共的用途。必须要用人工去拔除、去割除。那现在会有现在就是有陆陆续续就有机器啊，给凤梨纤维用。那纤维破坏它这个叶面以后啊，我们就会把这个纤维拾起来。那再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我们用在比如说衣服啦，或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宣纸。或是鞋垫啊，这些，甚至于说未来如果说有需要替代塑料的话，可以至少这个纤维它是很有弹性的。一片旺来叶仔超有550公克，甲11挂条，敢若剩5派纤维，大力研究也袂长，料心是真润。农友表示，希望通一直有这项抽丝的工课，互因伫无失落的时阵，佮通加减通寡所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伫咧台东创办囡仔的册屋。照顾在地学生，这个陈俊龙先生，本地就是惊家己的后生陈彦涵变歹囝，才会头路失调，倒转来台东。去年陈俊龙陈爸雄雄过身，陈彦涵只有是甲老爸责任接落来，继续用心经营囡仔的册屋，继续来照顾在地青少年。一个门口口有一个大水池的基础啊，就是伫咧台东治本囡仔的事务的办公室。若是事务目前已经有9间，而且每一间拢有家己的功能。伫咧陈彦涵的带领之下，豆豆啊启发无共囡仔的天赋，互因找到自信。其实事务的创办人是陈彦涵的爸爸，大家拢叫伊陈爸。一直到去年意外成功死了后，陈彦涵才甲事务所有运作的责任担落来，成做主要的决策者。较早，爸爸是一个人，伊的力量，伊想甲足深，伊嘛足有远见，伊嘛知影讲即件代志应该安怎做。到今嘛真正证实讲，介济代志拢是做对的。伊原本按算30岁才要接班，毋过因为爸爸雄雄过身，转提早2年来接手。但是嘛，因为世代交替，事务营运的方向嘛有创新的想法。以早是一个人讲，大家对咧做，即嘛是共同讨论。毋过目的拢是为着囡仔伫咧设想。事务20年以来累积真济珍贵的事物，尤其是囡仔的改变，这一切累积起来，伊希望会当成做一套事务学，互事务学系统化这件代志变做真的。未来互更较济偏乡的囡仔嘛会当受益。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台南社区大学近来用信义街当作背景，设计出一套实景的游戏，内容毋但结合旧街的历史甲传说，阁会当互人用一支手机啊看地图，就会当哪解破迷猜哪踅旧街啊。摕手机啊扫 QR code， 甲地图甲街市查咧，就会使开始算实景游戏，比对地图，大家找到第一关的所在，伫巷仔内的大天府。原来大门的连队就是迷猜，一字一字找出英文，才会当到第2关。从这个斜线这边往上走，就可以顺着那个斜线的纹路往上走，折成像这个样子。第2关的迷猜就藏伫这个凹好的八卦图内底。街区串联的概念呢，来做这套游戏，所以游戏其实只是媒介，但是大家就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教育的 sense， 会知道这里是拜什么神明，这边是拜熊帝公。这个实景游戏是讲一个少年要找阿嬷的故事，耍的人爱伫这条信义街解谜过关，嘛会甲鸟妖大战，因为遮古早有鸟妖的传说，大家哪耍哪踅街。很有趣，因为就是配合解谜，然后又是在就是平常不会深入的小街区进来，就觉得有发现新世界的感觉，蛮适合亲子来参加。然后他们的游戏，我会觉得说，就是它有一些关卡是很特别的，它是跟他们当地的文化有一些结合。台南社区大学设计这个实景游戏，目前搁伫咧试验的阶段，拍算11月上市。部分的关卡就伫咧在地点头，希望民众透过游戏了解地方的文化，嘛开喙讲台语。明年会用这个城市作为发展，会希望是结合一些台语的语音，就是我们结合像是一些台南的在地人，这边店家人呢，大家来讲台语。那小朋友玩游戏的过程中讲台语，他就会讲。台南社大希望民众来到老街，唔但去咖啡厅，也是餐厅高官。用一支手机啊，就会当用无同的方式认捌老街的文化。记者陈家军、刘伟做台南报道。
观众朋友，这2天因为透东北风，北部和东北部天气有较凉冷，其他各地头早起暗时气温嘛有较低，尤其大台北地区佮有东半部有的所在会落短暂的阵雨。下晡时南部和中部的山区也有雨水。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气温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2度到2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8度。金马、澎湖，20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